大家好，我是林如意，今仔日要来分享的主题是“C'est la vie”。一开始要来询问大家，若是讲到法国，你会想到啥物？是法国料理，无人会晓讲英语，是坐伫咧路边啉咖啡，也是足侪贼啊！以上你对法国的印象拢是对的。去年我去到法国做交换学生，我甲这档号做“钱了人无带，拍断手骨颠倒用”的一档。安尼大家敢知影？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“C'est la vie”是咧讲什么款的经验吗？毋对，就是我掉贼头的故事。现主是我想要邀请大家甲我做伙倒转到我伫法国的第一天。经过21点钟半半摇摇的飞轮机，我总算是到法国啊！人讲行行袂着顶，所以我敢若会晓两句法语，Bonjour 甲 Merci， 我就出发啦。哦，向前行，哦，啥物拢毋惊，拄着飞机。我的心情是欢喜佮期待，甚至感觉法国的郊区好亲像台湾同款，舒适佮安全。我顺利落车、搬车，路面忝嘛，小歇一下，轻轻开开，准备要起行时，喂，卡棒无去啊！1、2、3、4，太减一包啦！欠我上重要的迄包，卡网内底有我所有的现金、信用卡、护照、电脑，所有上重要的物件拢放去啊！佮讲啥物拢毋惊，结果连面就出代志。但我一声好啊，我身躯无半身啊！我看我倒转去台湾好啊！毋过我知影。即马冷静解决问题才是上重要的，无时间去互我挨爸叫母啊！我拣到一个故意人，我经过去问伊，敢有看到人偷摕我的卡网？当然嘛是无。毋过伊足热心，用法语帮我斗问工作人员，佮关心我要安怎去学了。我喙齿紧夹咧，笑笑啊讲。哎哟，不要紧啊！Google 讲我行1点钟就到啊。伊哪安慰我，哪摕一张车票给我，讲朋友啊，这个唱词吼真适合学一句法语啦。C'est la vie， 意思是一切拢是命啦。用伫遮实在足对当诶。来，拄落飞机，卡棒就用偷摕了。身躯无半身，爱行1点钟去学了。C'est la vie， 一切拢是命啦。总是拖过第一个难关，搁有第2个难关。当我去甲学了的时，身躯啥物文件拢无。报到做的阿姨看我安尼，面变变讲，啥物拢无，是要安怎报到？伊无啥想要插我心内开始想讲，哇，这啥？可能真正爱去困公园啊啦！你敢知6点钟安尼？我到法国已经6点钟，已经超过6点钟，无啉到一喙茶啊！哪想我的鼻孔血就哪钻出来？我用我的血写着 C'est la vie， 一切拢是命啦！你来啊！好卡在，我的朋友愿意来。坐长途车先来帮我纳厝税，互我会当顺利摕到锁匙。我锁匙摕到手的时阵，心肝头得着头棒，佮演一出强要昏倒的戏，互迄个报道组的阿姨看。伊总算是笑出来，甲我叫转去讲，凡事着爱细字啦，知无？出房间着爱锁门，无论去倒拢爱锁。我想。法国嘛是一个真有人情味的所在呢。讲到这，唔知影大家敢捌看过一出连续剧叫做《下一站幸福》？有啊，我是无出演啦。毋过我的人生会当拍做一出连续剧叫做《下一站警察局》。
我急要去报案，经过警察局一间找过一间，若毋是无开，就是讲，我要下班了呢，啊无你明仔载会早较来好无？我目睭金金，看到我电脑的 GPS 愈走愈远，愈走愈远，3天了后，伊已经走去伫尤克兰啊，可能去做兵啊吧。唉，c'est la vie，一切拢是命啦。打出警察局，朋友看我失神失神，紧带我来收惊。你可能咧想讲，法国也咧收惊哦？无啦，是林美如地惊啦。哦，一直到这个时阵，我才有心情来去欣赏街仔路的风景，心肝总算是切落啊。来，大家讲这个故事有含无？这就是我伫法国的头一天，莫名其妙互法国拍断手骨的一天。不过吼，人生就是喊喊啦，万事就爱看较开的。那拄着不如意的事，咱总是会当做伙讲一句 "C'est la vie"。来，大家做伙讲 "C'est la vie"。铃，等下哦。我法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喂，我咧比赛啦。哈，你的手机啊，伫法国互偷摕。哎哟，我甲你讲，这真正一切拢是命啦。来，大家做伙甲伊讲，c'est la vie。我是林柔伊，多谢大家。